各位啡粉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，我係主持大飛哥。今日我哋焦點放喺一位香港少將兼企業家，現年67歲嘅扮嘢王阿燦廖偉雄。最近佢喺馬來西亞吉隆坡露面，一臉白須。有網民話個樣幾似前輩盧海鵬。咁白須背後係形象轉型定係健康信號呢？而佢近年大搞餐飲，重建農場，一路走嚟有幾多關卡同突破？究竟點樣由破產反彈到再創事業呢？呢啲位我哋一陣慢慢同大家拆解。講到呢度，提一提大家，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。之後我哋會持續追蹤香港藝人喺海外嘅最新動態，特別係由演藝跨界做生意嗰啲真案例。每個星期都有新料同深度分析。中意我哋呢啲貼地又理性嘅報導，仲可以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一齊睇真少少。先講最近引起討論嘅畫面。2025年7月，歌手黃鄭俊仁喺 IG 分享同阿燦喺吉隆坡聚餐嘅合照，話同佢傾生意心得，獲益良多。相入面，阿燦面色紅潤，精神唔錯，但滿臉白須，髮量比以前少咗。有網民就話幾似盧海鵬。老實講，我第一眼都係俾佢紅潤加白須嘅對比吸引。60幾歲有咁嘅狀態，叫做打得。你又點睇阿燦呢個白須新形象？係成熟魅力定係另一種品牌符號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第一感覺，由合照轉講返健康。阿燦近年係有過一段時間敲響警號。2025年2月，佢喺 YouTube 影片講返自己喺2024年12月突然覺得左下顎僵硬麻痹，左腳亦一度失去知覺。形容左腳中風，右腳仲有痛風困擾。後來經中醫針灸，再配合佢自己實行嘅倒後行訓練，身體恢復咗大概6至8成。近況見佢精神幾好，但左腳偶爾仲會有麻痹。最有畫面感係佢喺片中示範倒後行，一路講一路笑，仲提醒大家要持之以恆。其實到咗呢個年紀，保持運動及早求醫真係重要。大家覺得工作同健康應該點樣平衡先最啱阿燦而家嘅節奏？小總結翻喺健康之後，阿燦冇停低，反而再出力推動事業。去到餐飲版圖就係佢近年嘅主戰場。2025年7月30日，佢喺吉隆坡 Tamandassar 嘅星廚私宴盛大開業。據悉地方大約1.5萬尺，4層高，結合中式料理同馬來西亞本土食材，仲有酒吧、宴會廳同現場表演。佢自己都笑言係7星級餐廳，呢個講法比較係行銷語氣。不過睇片見到菜式陣容同現場氣氛，的確係用心打造。開幕嗰陣都有政商名人捧場，反映佢多年人脈網絡。最有畫面感嘅一刻係佢親自帶大家睇招牌菜，例如鋼管雞、榴蓮入機、鮑魚等豪華菜式，企出嚟個神情就係團隊領頭人嗰種自信。老實講，餐飲要做得長，最終都係食材同品質話事。阿燦由內容出發，再用舞台同表演加持，係一個幾有趣嘅定位。你如果去吉隆坡，會唔會想試下星廚私宴邊一味菜先？再拉遠少少睇翻佢嘅另一個戰場，農業。90年代末淡出幕前之後，阿燦先係入餐飲，再喺廣東羅定投資燦神農場，專注有機農業，主打阿燦米，強調冇農藥、冇化肥，食品安全，仲推廣富興水理念。呢款大米曾經攞到中國10大好米，亦都成為華南少數獲國際多個認證嘅大米品牌。呢啲係佢多年耕耘嘅成果。不過2023至2024年間，當地遇上百年一遇嘅山洪暴發，大片米田被水淹。阿燦喺 YouTube 分享嗰條片真係搶眼，一望無際嘅稻田變咗水塘，佢當場流咗眼淚，講出嗰句乜都冇晒啦，嗰種心痛好真。之後佢冇放棄，持續重建，繼續營運。呢點反映到佢作為企業家嘅抗壓能力。唔少聲音認為，捱過天災，重起爐灶，比起一般生意考驗更大。你覺得香港藝人跨界搞農業，最緊要係理念定係管理？講到呢度，俾我哋用3個角度整合分析阿燦呢段由少將走到企業家嘅轉型。第一，形象同品牌，由經典搞笑形象到而家白須成熟碌，加埋餐廳現場表演、農業故事，其實都係一個完整品牌敘事。好笑之餘，重視真材實料同生活品質，令受眾由觀眾變顧客。第二，健康同節奏。2024年尾嗰次中風，提醒咗佢要調節步伐。見到佢用針灸同倒後行慢慢恢復，並且冇停手，反而將工作流程更有節奏。呢種慢住行、穩住做嘅方法，對長期經營係好關鍵。第三，跨地域資源整合，喺羅定做有機米，喺吉隆坡做餐飲。同時用 YouTube 同埋 IG 去講股市，連結政商名人同埋藝人朋友，呢種多線操作令事業互相加持。以佢而家嘅佈局，農場同餐廳互相供應理念同內容，形成生態圈。有人傳聞佢身家過億元，但呢啲數字未有官方證實，可見外界對佢商業成績有期待。但我哋更重視係可持續嘅品牌力同產品力。小總結翻前面各點，近照顯示狀態紅潤白須加持新形象。健康方面有復原進展。
餐廳喺吉隆坡已經穩步營運，農場經歷天災後持續重建。去到今時今日2026年2月，佢嘅 YouTube 頻道仍然活躍，見到持續分享餐飲同農業內容，整體事業步伐穩定。呢個故事最關鍵字就係毅力、轉型同食品安全。你哋點睇？阿燦下一步應該將更多心力放喺邊度？餐飲擴張、農業深化定係健康管理先行？喺下面留言講你嘅判斷，亦分享你去馬來西亞會想試邊道菜。最後提一提，如果大家最近要去旅行要訂機票酒店，可以喺影片描述欄撳我專屬優惠連結，平靚正，幫手慳下旅費。節目尾聲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之後我哋會繼續追蹤阿燦同其他香港藝人喺海外嘅新動態，亦會帶大家睇真各行各業嘅轉型故事。Like 同 share 俾更多朋友，撳下個鐘仔唔會錯過我哋最新一期。留言同我哋傾下。你最中意阿燦邊個年代嘅作品，同而家邊個菜式最吸引？飲啡睇漁文，下一集再見。